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哇，我哪好去卡掉？欢迎收听后直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都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后来咱节目一开始都，你算啥？华语讲蓬荜生辉，敢有？咱做这个 podcast 的公布，算讲是前辈，吼，前辈中的前辈，大前辈，吼。唔敢，佮真少年的，唔通安尼讲。人是真少年，人是真少年，吼，是这个资历较深一撮。我特别邀请咱这，你家己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甲大家拍个招呼。大家好吼，阿迪克吼，我是，我应该先甲你客气啊。我这个名台语是变哪讲啊？你讲内科吼？系啊。一般袂叫欢啦，因为你看你的名是安怎来，我讲一先考验看你的名是安怎，甲抓有关系是不是？我当然确定一个代志，绝对毋是内裤。做这样咯，因为其实迄华语讲内裤的时阵，有当时嘛是人听足紧的时阵，就是讲哈内裤。无你讲 Nike 嘛会使啊？系啊，所以我就感觉台语我是免讲，我今仔日来上你节目的时阵，我咧上半工，因为通常我若是真正讲台语的时阵，我嘛是咧参做伙，我讲大家好，我内裤，我嘛是咧安尼讲。有影甲我拢讲溜啦，甲溜有关系的。我伫想讲应该是甲这有关系。因为我想溜啊。哈，是因为安尼才好这个名。想溜啊，因为华语听起来嘛是甲你爱有一个灵活的舌头有关系，伊有一个双关伫遐嘛，所以我能讲，对我来讲，内克的这个名就敢若是亲像我家己的认同，还有对我来讲真重要的，我做的工课，这两项物件甲咱做伙啦，甲参做伙安尼。其实有诶名，因为你自一开始都毋是为着台语发音来设计时阵，就无一定爱用台语来念啦。你若讲要照字念，你若真正硬要叫我照字念，我会用文言音去读，我会念类曲。类曲。但是第一是你安尼可能较高夹着喙齿，所以我讲你若因为平常时咱嘛是开讲，袂一直讲家己诶名啦，所以你若要讲用内课嘛会使，是伊要甲个附注一个讲你若硬要念类曲嘛是可以，当然是无问题。类曲，安尼我英文名会当叫做 Ricky 呢，还是 Erica 啥拢会使，都差不多意思啦。当然因为平常时这较毋是遐台语开的名，所以你若要囥做伙，其实无遐好念像其实本身嘛毋是来自台语的名，大家都较有的人嘛不想会晓念。当然因为我定定讲大家都惯势啊啦，但是讲惯势的问题尔。你本身是啥物来路，你总是因为听有可能毋是所有的人，咱甲咱名都讨论过半步。你本身是做啥物来路，总是互大家知影者。我先专讲即个邀请你大家光临咱即个来开讲，来甲大家开讲一个。我只不过是一个真认真咧听你的 podcast 节目的听众安尼啦，只是讲伫即个身份之外吼，拄啊好是咧做广播，嘛是咧做 podcast 的节目啦，个拄啊好吼，我慢慢想要甲我的台语捡倒来啦，所以咱就今仔日
我对我来讲，我是这不是你蓬荜生辉，这叫我那倍感荣幸，倍感荣幸，台语名讲。真荣幸啦，咱你不能讲真荣幸，嘿，唔是侥幸哦，是荣幸哦，荣幸来到这个节目安尼。其实你其实做的物件包含这个广播嘛，包含 podcast 啊，你当初是啥啦？找到我的频道，你有印象无？应该是因为我要做访问吧，吼，我会记诶，迄个时阵就是要访问一阵小诶嘛，一阵小诶，一阵小诶，甲你注意一下。要访问地博因，因诶，迄个团体叫做啥？东金星，东金星，东金星，嘿，就是A 入东金星，东根生。华语叫同根生嘛，迄个时阵因为应该是在先安尼讲啦，我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告白那一刻，是安那叫做那一刻，因为那一刻有当时你也念那一刻，就是我的名吼，告白是因为我咧做节目的方式啊，我做节目的方式较要安讲。嘛毋是讲甲来宾谈恋爱，这恋爱较广义啦吼，嘛毋是安尼讲尔，主要是讲希望因会当讲因的心情啊。因为因的作品内底一定是有因想要讲的话嘛，因想要讲的话，可能话只是讲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可是话可能是伊人生路长，伊的人生的路内底较歹行迄段，伊甲记录落来。所以我的节目内底就是拢咧访问，一开始我原本是想讲要访问，比方说你讲出册的人嘛是会使啦吼，出 CD 的人嘛是会使啦吼，出歌的人嘛是会使，结果到尾毋知是安怎，可能歌手甲我较有话通讲啦，讲了，等到就变做是一个访问歌手较济节目，音乐性的这个访问节目，音乐是较重的啦，伊个。访问的时阵总是来做一寡功课嘛，我做功课我这个人真奇怪，我做功课的时阵我较无想要听同款的，比方说咱若访问歌手的时阵，有的人做功课可能会希望讲是去听访问歌手，嘛是访问因的作品，访问较音乐性的人，的节目，比方说广播节目嘛是会使，但是对我来讲，我做先较无想要安尼听，因为安尼听会影响着家己做节目，所以我就开始咧找讲，譬如讲。同根生好啊，因的物件真趣味嘛，因的物件可能来北上，因嘛有去上另外一个我真爱听的节目叫偷听史多利，系讲迄个嘛是讲一寡传说啦吼，也是讲几啊个，嘿对，无适合一个人伫写份书，伊人讲写份书啦吼，无适合伫写份书会写辛苦的时阵听，对，你上好是即个日时啊，听会较保险一煞吼，尤其你若是体质较虚的，较够畏寒，家己较注意一下。因咧录音的时阵嘛是发生真侪趣味的故事啦吼，我找着亚特聊聊天啊，我想讲亚特聊聊天是要聊啥物天哈，就听就讲，哎哟，这全台语的节目较会遮好听，重点是一般的 podcast 节目，咱咧讲有当时素人咧做节目的时阵，毋是像阮广播出来的，伊的迄个流程较歹掌握，有当时是迄种氛围较歹理这节目袂这节目的趣味，后来你敢知影我后来上爱听的是啥物？听啥物？我感觉你在讲迄形暗的，你讲形暗就最近迄个。乌寡妇连续杀夫事件，对，阁有一个是伫高雄，是乌寡妇就是高雄。高雄的是高雄一家六口新名负心事件，你是讲这个哈？就是足济，我听一边听一边感觉讲，哎哟，这真正是真趣味。我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东西。你听一寡死人的代志，拢有死人。你讲的两个拢有死人的，我嘛毋知呢。我感觉你讲遐故事都足好听，可能是。你的声吧，因为你的声听起来，迄个感觉甲一种，咱咧讲，我毋知影迄台语要安怎讲啦，说书人的迄种感觉，对我来讲是真趣味。就讲古先的故事，方式安尼。因为我碰时较少咧听节目，足奇怪，阮做节目的人较少咧听别人的节目。一定的啊。系啊。因为家己咧做，无应该要死啊！而且即个职业的带镜头伫内底，知？比如讲你若是做即道，比如讲你做广播的，可能过去听别人广播的，开始检讨讲，我到遐会使安那，到遐会使安那，这时你其实嘛无法度专心去接受别人的作品的内容，你可能爱思考的代志变足济。迄个职业病就讨厌的讲实在，你无法度专心去感受啦。像我家己伫迄个。
之前伫剧团伫食头路伫传统剧团食头路的时阵，我若去我较早嘛真爱看演出，我迄段时间拢无啥敢看演出，我一看演出就开始想讲，即个布景吼，即个音效，即个编制，大概开偌济钱，我想是爱开到偌济钱，即咱即个成本敢无法度应付会来，拢伫想遮个代志。你其实无法度好好真正去感受一出戏做了啥款。嘿啦，就是他参像你讲安尼，我知影是安那，我足介听你形容这水经啊啦吼，因为有当时啊听一听，哎哟奇怪，这音效放伫遮开真正诚拄啊好呢，袂歹呢，做了好呢，啊你讲根本就无咧听内容啊，听的拢是有诶无诶。当然，因为这是较麻烦啦，我其实毋是每一集拢会做即个音效伫内底，有当时啊甲我伫做诶即集诶内容，互我诶感觉，我若感觉讲即个所在伊需要一寡音效先我会加，但是都共款是故事，有真侪故事我嘛是无加。是，嘿，有诶凡说，比如讲伊是历史事件啦，伊是甲过去有关系物件，我会感觉讲，这我希望单纯甲你讲一个过去发生诶代志，我都无一定会加。啊，有诶我认为讲，这我希望你感受当下诶迄个情景。真正有啥物物件伫你边啊？还是有人为你面头前行过？比如讲，即个香港地最近迄集就是做黑寡妇的时候，因为伊本身迄个主角是无方便行路嘛，伊有用即个拐啊，所以你都会听到伊的拐啊声，为你倒边耳孔的声慢慢吐一个过去。我希望你敢若人伫现场，但是你佫有一个记忆，就是讲你敢若是穿越时空去看现场的环境，你袂妨台死啦，你袂出代志，但是你看到发生什么代志啊？还叫做身临其境啊！是所以我毋知道你会记得无？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嘛是有甲你问啊，我是讲奇怪，你是有做过广播的哟？是安那即种代志，你会这嘛？这敢叫做有咯？就是做这物件做甲做精致啊！对我来讲，我感觉讲这是 Podcast 较少有出现的啊，尤其是你若讲中有有串一个有无啊？迄个片头的音乐不但伫片头出现尔，伊中段、后段可能拢会随机出现这种段落式的安排，对我来讲，这是较算阮做传统广播训练出来的迄种路数啦。安尼可能只是讲一个英雄所见略同啦，英雄所见略同。无就是有诶所在，当然咱就是家己感受嘛。可能当然我家己读传播诶关系加减诶接触，但是无真正做过节目啦。但是就是一个。我认为讲即个所在若放上作为一个听众，我可能感觉会更较好。因为我家己本身较早嘛一直拢会听 podcast， 所以其实嘛想真久讲，来有家己想要家己做看卖，但是一直无真正动作啦，所以嘛听真长一段时间。当时是拄开始台湾无遮时间 podcast 的时阵。你有法度听到的物件有限，是你时阵就会想讲，若是有无共款类型，你听古种是神永远教你英语就好，但是你无可能永远都听英语就忝的，所以这个时阵就会希望讲，我会使有无共款的，那我若要做，我会希望做什么款的物件。遮我若是听众，我可能听起来感觉讲，遮因为讲的话较长，我话紧，我语速紧啦，我话个讲长，所以。内底可能需要互大家迄串时，到底是音乐还是中场啊？迄困一下还是创啥？其实都你愈做家己愈有迄个经验啦。当然，你有专业训练，可能会搁较早就会使体验着即个代志。可能你拄开始要做，你就知影讲有一寡所在，你首先得先注意啊。那对于一般的 podcast 来讲，就是一边做一边磨练，一边调整，一边修改啦。我想大概拢是安尼。嘿啊，听众朋友，我先打一个岔者吼，你等下听，你会发觉我无小心就变成一个主持人，因为我真的是伤习惯啦。问，我拢做想要问别人的故事，我讲家己的故事的时阵，这就爱交互阿弟来讲。其实因为咱主题嘛是讲开讲嘛，所以嘛是希望讲来咱内边就是，所以我嘛讲我话嘛足济，就是讲我嘛毋是干那问题嘛，我互你的访讲其实嘛拢会写这个物件，所有的来宾我拢会互因知影这个代志，讲。我毋是单纯讲，你讲到敢若真济，比如5、6新闻的记者，因为我是爱你本人，你出唱片啊，你做啥物电影，所以你敢若会看到可能下骹字幕写一句话，就是记者甲问的问题嘛，问了，可能爱回答，都后一题。但是我希望的是讲，我邀请来，第一是我对即个人有兴趣，我讲我希望会使甲你开讲，我就邀请你来。我当然嘛希望互你知影讲，安尼我的想法是啥物，我对你的作品的想法是啥物，或者是我对即个人的想法是啥物。我较需要邀请你来，所以这是我感觉嘛无啥共款的所在，嘛是啥啦，访谈就会变足长的，因为我嘛要讲，你嘛爱讲，所以时间就会叫足长的。但是我讲真的，这个是 Podcast 的优点啦。对我来讲，我感觉做侪人拢会讲，
我若搁做广播啊，搁做 podcast 节目，对我来讲，这两个差别伫倒。其实做 podcast 节目开讲就是一个上重要的精神啊。主持人有当时啊，不但是主持人尔，主持人伊就是其中一个角色。伊只是这节目是伊的，是。伊甲人客咧开讲。甲人客咧开讲，伊本地就是你看你一般伫厝里，你拄着你的朋友，你甲伊开讲，你无可能拢听伊讲话，你家己无要讲话，你嘛无可能拢你咧讲，你的朋友无咧讲话嘛。所以迄个互动的过程，甲做广播的时阵就真正无啥共。我在做广播的时阵，就真正是因为时间有限嘛，然后有当时你嘛袂使真正全部拢甲你的观念嘛，你的观点拢讲出来，因为听众会受气呢，听广播的听众会受气呢，伊会讲。奇怪呢，你找一个来宾来，我就是想要听这来宾的故事，你咧讲拢无要互伊讲，那伫 podcast 真正无共啊。对我来讲 ，podcast 像我一开始想要做 podcast，就是像阿弟头先讲的共款。对我来讲就是安尼啊，奇怪呢，我听了这歌，我做感动啊，我找这个来宾来，我就是想要甲因开讲啊，系啊，所以告白那一刻见面。嘛是有一点仔，因为安尼即个观念开始出来的，就是我希望讲迄个告白是互动性的，毋是单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一个人问问题啊，一个人口讲，毋是即种方式啊。对啊，因为你做那台语硬要讲是告白迄一曲啦吼，这是袂讲就歹念的。告白迄一曲，毋是告白咯，大家听清楚，毋是告白咯，告白无共款。告白迄一曲其实我嘛会听出这物件，就是。来就甲我共款，就是来宾的伊的作品，伊的创作出来了，你听了，你希望互伊，我会使感受着讲，你希望伊知影讲，我听即条歌，听你的即个作品，我的感受是啥？甚至看你规个即个看反正是出道啥，你自古早甲打你的无共款的作品，经过无共款的阶段，你产生的变化，我伫你的作品内底听会着，我希望互你知影，甚至我嘛希望讲我。读出来你的作品内底一寡毋是直接写明的物件了，你的反应是啥？我想要知影。而且即款感觉，我伫你的节目内底嘛使听到即款感觉。这叫做你头先讲迄个叫迄句叫啥？英雄所见略同，我而且英雄所见略同，所见略同。这毋是宜兰腔啦吼，这阮台南嘛会通啦吼。一般的即个汉文啊，其实这是较我汉文啊，一般讲台语。伊当伫讲台语即件代志，会较尽量讲白话，就是互大家会使互相彼此沟通，彼此交流。但是因为台语本身伊的底地当嘛真深厚，所以有真侪物件是传承自即个汉文。当伊文化来源毋是干那济，但是这嘛是一部分。所以真侪物件，你用华语嘛会读哩，用台语嘛会读哩。但是这毋是讲用台语去硬读华语，是伊本来这两个语言拢有继承一寡。过去留落来，咱讲汉文，共一个文字系统，就像即句话，你伫日语内底你嘛会使读，好，当然读起来听起来无共款，但是拢会使通，因为叫做汉文嘛。较早，比如讲台湾真古早可能200年前，即个清朝时期，伊嘛是会有考即个汉学先生，教汉学的汉学嘛，其实就是学遮个物件。伊会使用，伊伫生活中伊会使用家己台语去读出来。像咱讲伊可能若需要进京考试，入京考试时，伊对皇帝对相公用是官话，可能甲当个语言又拢无共款啊。只是但是伫讲。当的台语可能离官话较活一丝啊，但是就是你会使知影讲是共一个系统，但是无共的语言传承过来了，咱拢会使使用，包含日语，甚至包含过去的韩语。韩国是后来到即个应该是世宗大王嘛，世宗大王我若无记毋对，伊创作新的即个文字了后，当然做真侪变化，但是伫咧进前伊嘛是用汉文啊，伊嘛有法度读啊，系啊，所以伊嘛就尊重即个人讲啥物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共款吼，就是咱拢。无共所在拢摕共一套文化来做一个演变，伊嘛有家己的文化去参染，日本嘛是共款，台湾嘛是共款，较像是即我家己感受，你看台文字也是看台即个语言即件代志是安尼，所以伊有一部分嘛是咱的，所以当然你这物件像布袋戏用足济，歌戏用足济，当然伊嘛有真济是台语才有的物件，但伊嘛真济是古文内底，你可能会查迄个春秋啦，查古早即个用即个用典嘛，用典，就是用真济经典内底的物件，这是本来就是无共语言，你用荷兰话嘛会使读啊，你用越南语嘛会使读啊，就是大概像安尼。奇怪，你这知识拢是对倒来的。我真正感觉这毋是一个自细汉讲台语的人就会晓了解的代志呢。因为你若想讲，我较早
细汉就是因为阮厝内拢讲台语嘛，所以你讲台语，我有当时啊想那讲扣转来，因为中午的时间可能你讲啊伫台北读册，还是讲但阮较早伫台南读高中的时阵，就到市区啊嘛，市区囡仔就拢无啥讲台语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讲，这个是一个捡回来的。台南市区无啥伫讲台语，无啊。较无真正。你讲的市区是搭一搭做市区？阮台南是安尼讲的，通常台南你讲市区，甲一般所在无啥共款。不，台南有分，因为你之阮拢讲台南市，可以较早是台南市甲台南县嘛吼。你若讲是台南县，比方说六甲啦、下营啦，吼，你是 K 北嘛？因遐讲的市区市内是新营。是。你若讲阮就我伫安南区，阮即种偏僻的所在，旧台南市的偏僻的所在，阮讲的市内就是恁知影的府城，城内，阮的入城内吼，所以阮就讲来走市区，就是市内，就是讲府城这个所在，就是咱碰时啊，你若讲你要去台南佚佗，要去食好食的物件，要去啉牛肉汤，吼，迄就是拢对市内去啦。所以我讲的这市内市区是这，你若讲新营，可能就是拢我咧讲台语。可是我迄个时阵读高中的时阵，其实阮伫个南一中。就拢无啥，你种市区的囡仔无啥咧讲台语安尼。市区的其他所在咧，你莫讲，咱若莫讲学校来讲，你少年人来讲，比如讲市场啦，或者是一般路边啊。啦，其实碰时啊，就是安尼啊。你若伫市内，你咧点物件的时阵，你若是去较传统的市场，还是讲我讲小吃摊，有当时啊嘛是头家我要一碗肉色饭，我嘛是会甲转做台语。讲到肉色饭，我。安那，你讲的肉色饭，这就是南北的问题。你知？我迄讲哪食，因为我甲台南人伫讲话，阮就伫食卤肉饭，伊人腔讲饭啦，我用一般腔卤肉饭，我就讲恁敢若毋是安尼讲。无，卤肉饭是另外一种代志哦。肉色饭，才是恁的卤肉饭对吧？是毋是？嘿，卤肉饭换卤肉饭，卤肉饭是空肉饭。对，阮的卤肉饭，所以我。一来台北的时阵，咱阮讲的肉色饭对恁来讲是啥？我毋知恁的肉色饭是啥呢？对我来讲，我毋知是毋是所有北部拢爱，但是对我来讲，卤肉饭是伊的油分爱有够，伊的肥瘦比例爱对。你若无肥肉，你就袂使讲来做卤肉饭。你就是爱，你袂使拢打干那肉素都是扛瘦过的物件。比如讲，阮做卵素，就是蛋酥嘛，打的物件。你若干那纯粹即个。搭的即个散肉的所在，做的，这阮就袂讲迄个卤肉饭。我若点着卤肉饭，互我一碗济，我就无欢喜。我讲这毋是卤肉饭，这是肉色饭。但是听起来伫台南毋是安尼嘛？毋是啊，因为阮的肉色饭内底嘛是有肥的肉，可是伊就是较细地安尼。细地啊，就是你讲的迄肉色是全部拢搭的迄种。无肥吧？嘿，可是伊做成。阮台南就是参社会，所以我嘛袂晓讲呢。所以毋管有肥肉无肥肉，拢算讲是肉色饭。我就细地啊，细地啊的肉就是肉色饭。就是肉油啊，就是拢肉色饭对吧？嘿，阮就是拢讲迄是肉色饭。嘿，但是我无法度，所以我若点唔对，我就无欢喜诶。毋是打台南安尼尔，高雄的肉色饭嘛是共款啊。就是讲南部伫讲肉色饭，甲还是要卤肉饭，甲。北部是完全无共款，而且阮咧讲卤肉饭的时阵，通常就袂分大碗细碗，卤肉饭就是一个卤肉便当，伊就是现若像你讲的控肉啦，迄种伊有一块控肉。我要食大项的，阮才会讲我要食卤肉饭因为台南。我毋知高雄敢是安尼，可是阮台南的物件就是人讲是安那，逐个人拢做爱来食做这物件，因为你会当分做一盖食，因为阮的物件拢细细啊，真正是叫小吃嘛，就真正细啊。所以你若讲我若是肉色饭，阮就是一个细碗，是一碗尔。所以你若想食一碗肉色饭配一个汤，你中昼食了，你差不多2点，你就当去食臭豆腐啊。所以阮就是分做济迄种小吃来。为人去就是接杯，所以迄个时阵，阮来讲，迄种饭就是真正是肉色饭，所以对我来讲，我印象肉色饭就是细碗。伊点管迄肉以外，到底是肥肉重要？嘿，你若甲我讲卤肉饭的时候，我就感觉讲，这真是一个便当遮大。我即顿食了，我就是爱甲暗顿个食就好啊。对，我是安尼分啊，我毋知敢是我袂当代表全台南人啊，但是我是安尼分的。我无咧，我若控肉饭嘛是定定，敢若一碗饭底讲一个控肉尔呢。我经常就安尼看到呢，
唔知啊。所以我讲南北这个差别其实差就是啊，像咱讲到遮来啊，就是这个时阵的明明就是下暗的时间，咧食暗顿的时间啊，咱两个还袂食物件，咱就讲讲要凊彩讲无要紧，我嘛又在你讲，我拢无伫管好大讲伫讲啥。我知现在我要讲这啊，我意思是讲，因为阮较早细汉的时阵，就是阮到市内就开始无遮正讲台语啊啦。啊，阮回去讲真诶，阮甲爸爸妈妈嘛是有当时啊拢参社会咧讲啊。你袂讲啊？你要食气泡袂啊？阮来讲啊，还有冰箱有草莓，会记去食。对阮来讲，做成就是拢阿公阿嬷有甲恁做伙住。阿公阿嬷无呢，可是阿公阿嬷咧对阮讲话时阵，阿公阿嬷拢做认真咧学国语呢。因为讲，我的本名是宇轩呐，气宇轩人的宇轩。啊，因有人讲宇轩啊，啊嘿，你要去学校读册时，拢安尼参社会啊。但是伊甲你的爸母讲话时阵是讲台语。嘿，对啊，所以我感觉这嘛是一代的问题，就是对阮来讲。你看我三几岁，阮这个时代真正是，造成阮的爸爸妈妈认为讲，可能是因为因迄个年代有因迄个年代的政治问题，所以对因来讲，因就是感觉讲囡仔人若是当会晓讲台语，啊，你的华语就学了无好，你学了无好，你会互欺负，啊，阮就已经是装卡，啊，所以好不容易试出一个，拢做讲该笑，甲你讲歹滴出好顺啊！吼，好不容易试出一个会当去第一志愿，会当去市内读册囡仔，当然你就是拢爱对伊讲华语啊，字正腔圆，爱字正腔圆啊！哎呀，其实因的字正腔圆嘛，一点仔拢无字正腔圆啊！啊，就是因的心意是安尼啦，啊，对，这是大人对阮囡仔人，因认为讲一种照顾吧。可是其实咱到这个时代就知影，这件代志。不应该是安尼行，因为即个物件会互咱像阮较早是细汉的时阵，真诶啊，阮去高中读册的时阵，其实就算是你譬如安尼讲好啊，共款一间高中，阮伫高中的时阵拢讲台语哦，因为庄脚所在嘛，阮草地所在拢讲台语哦。啊，阮做伙考掉南美中以后，去南美中无呢。阮会向变做拢讲华语呢，阮伫学校拢讲华语呢，阮袂互相讲台语呢，啊，就真奇怪。你高中拢讲台语，是安那你到高中的时阵开始讲华语，迄嘛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转变。嘛是教育啦，我想这个教育嘛是有真大的问题。是啊，我现在有个讲对家来，好，我要讲倒来，总讲一句是，因为对我来讲是这语言的代志，就是慢慢啊捡倒来，这对我来讲是重要。可是捡倒来这个过程，你也去意识到讲你应该爱去了解伊后壁的文化，伊后壁的流变，尤其是全台湾一个台湾讲细细的一个岛嘛会当，可是伊内底分做遮济种无共款的台语的讲法，你要去研究这件代志，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厉害的所在，所以这是我做佩服阿弟的所在。第二件代志就是明明就是做 podcast 节目讲真的嘛，毋捌做过广播，是安那这流程、这精致、甲用心的程度，是拢听会出来。这两项代志对我来讲，我就刚刚这是我真佩服你的所在啊！好，我学了啊，我就是要学了这个代志，要考749圈才回来。讲报主亲人的这个金口玉语啦，看咱学了安尼。我发现有一个真特别的，这个算讲是现象啦，现象就是讲你家己会抓一个。范围，咱讲框架，台语讲框架就是框架吼，有一个框架家己靠伫遐，就是我袂使走地想，你会向去想，我谁来讲伫遮来？你会就注重我谁来讲伫遮来？对啊，就是讲咱当讲，咱就是帮开讲，我嘛无完全要照方讲来，咱就是开讲，但是你嘛是会想我拄则主要是要讲啥，你硬要搁甲揪转来。是，你这个现象其实真明显，就是对你来讲声音的工课，这就是声音的工课嘛。声音工课是我想对你家己生活影响个真大，应该我感觉这件是。深入骨髓啊！这就是带在来的。我讲带在来，就是讲你已经是敢若天生而成，你自然都会有这个物件会走出来。这是应该是长期的训练，者长期以来，你是不是毕业了？就是完全就是做甲声音有关系的工作。无呢，我有一段时间伫个公家机关，嘛是做一般的文书尔呢。迄个时阵，有这个现象无？其实这个现象应该不是因为我做广播的关系，应该是因为我自细汉的训练
就是我自细汉的时阵，做成着足够去互是大人讲，迄一支喙好溜溜，一支喙好溜溜，以后来是你来开始问家己讲，你一支喙好溜溜，这句话到底是学了，还是咧家己口说？你若是想要做学了，你是毋是这支喙好溜溜，你就爱言之有物？所以对我来讲，可能是这段路吧。对我来讲，慢慢变做讲，我自细汉的时阵就爱伫咧台顶讲故事。所以定去参加演讲比赛啦、朗读比赛这款的。拢无着种。重点是，迄个训练就是慢慢足自然的，有一个变做是安怎讲，就是它已经很自然的在你的身体里面养成了。你长期的自我期待，对家己的期待。佮有别人对你的期待，所以自细汉若讲做到讲话，你看到社团遮济时阵，你想讲做成嘛是爱去辩论社呢吼。虽然讲有当时想要写字，想要去做校刊，我嘛是先来辩论社试看卖好就是嘛是。来就考大学考大学的时阵嘛是同款你分数到一个基本上你会当较自由去经考试的时阵，嘛是是大人来讲，你就应该爱去读法律你爱去读政治你先要去读公报，听公报，想的嘛是讲好啦，你反正你都嘛真够讲话，所以讲到尾嘛是，这就是一个，我感觉我定定伫我的节目嘛甲我内面安尼讲就是，做这物件你袂感觉就是你家己认为你家己的期待，可是其实你的期待是别人互你的期待，佮加上你家己的期待参做伙以后，你才会去做出这个决定。我人生就是我感觉我做出这个决定以后，我来为我这个决定负责任。安尼你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所以也就是讲自细汉到大汉，其实讲话这件代志对你来讲一直拢是。自然就是慢慢一直踏入来，变成讲你家己的生活当中真重要的一个重点。我感觉安怎讲话这件代志，这真正是教育最重要呢。因为我会记得我细汉是因为我拄着一个足好的老师，迄个老师是我毋知是因为伊发现了我真够讲话，还是我做想要表达，可能我。拢伫咧上课的时阵，甲同学咧拢无咧上课，拢无咧上课所以伊就是有的老师是安尼就甲你处罚对无？伊毋是伊看起来是甲你处罚，其实是甲你奖励。我印象中伊就是逐礼拜真正是逐礼拜买一本册互我册内底就是拢故事嘛伊就讲你这互你这顿去看你看了以后。譬如讲拜五好拜五要下課進前，你就起來台頂，互你慢慢講，我互你10分鐘的時間，還是講15分鐘，你講故事互恁同學聽，毋是看冊講，就是你家己愛改變成你愛故事呢。對，伊不准我看冊伊講你就是講互恁同學聽，講了講互同學聽以後，聽了，這本冊就是你的。就是伊用這種方法，我就感覺講，做成是去用肯定。你看人拢是安尼嘛，咱一定是真正是家己足介意做，你感觉有当时有趁无要緊，重點是你心內有去趁着迄個意義的時陣，對我來講做成就是一個前進的動力。有爽的對啊，你有爽你去用肯定嘛，你肯定以後人，你家己咧嘛會認為講別人感覺你夠講，可能你嘛是真正誠夠講，講了，你找出你家己的信心來以後，有些時候。能力是被信心養成的，我感覺真正是安尼呢。對我來講，講話這件代志可能是安尼，是因為我自細漢的時陣，我就去互灌輸這種信心。所以對我來講，你夠講話，我可能感覺講我真夠鐵，真正是無，我真正去電台講互全世界好鐵互全世界聽。我母啊，攏做愛安尼講講鐵，你去電台鐵就好煞知影伊真正預言成真。講久就變真誒，所以確實是感受到迄個已經帶在來迄款講話的方式你對講話雖然做頭路找頭路嘛是慢慢度，毋管你頭前做啥，到尾嘛是往迄邊去，可能嘛走袂去的款我講這是我家己真正伫聽你做節目時陣嘛，有一寡真特別感受，就是你伫講用字加字用詞其實嘛。我感覺其實真濟做廣播的人，咱想賣講 podcast 是敢若單純做廣播的人，
嘛经过无共时代变化，你嘛会使感受着讲，每一个人因讲话方式嘛开始规矩嘛无共款啊，要求嘛无共款，所以你嘛会使听着像过去青春点点点迄款，凊彩哎呀哪讲啦，会使每听伊会使创啥拢会使，所以伊变化嘛真济。但是我会感受到一种，就是当然你毋是用过去的方式伫咧做节目吼，但是你有一个真特别的自我要求，包含你用声这件代志，讲话声、讲话声扫、讲话语气、讲话声音的表情，其实拢我讲是有特别去要求家己，是毋是？应该是讲我的声音有几个阶段的变化，这声音的变化讲起来佫是一个足长的故事，但是我尽量长话短说。我有互你2点钟嘛。声音的变化是安尼，我较早讲华语的时阵，因为自细汉讲话较紧嘛，讲话较紧的。你看查甫囡仔有当时人讲安尼不够稳重嘛，安尼啪啪啪啪啪个讲话像机关枪共款。自细汉的时阵安尼讲迄个过程，其实嘛家己都有一点仔无介意家己的迄个声，迄个感觉。你会认为讲我嘛希望讲我的声会，因为我做先人咧讲迄变声期，我毋知台语名仔讲，你查甫囡仔拢会有生喉结要，声来开始加落去嘛。我毋知是安那，我自细汉的时阵讲华语的声拢较悬呐，讲较悬屁屁屁屁屁，你个是一个这个啥物啊？庄脚所在人认为好学生的时阵，然后有当时你会有一寡去互笑啦，这笑当初时嘛袂感觉讲迄叫霸凌啦，但是你以真的标准来看，有影是有淡薄这个感觉啦，所以迄种种的因素加起来以后，你就有当时感觉讲你这声真讨厌。对我家己来讲，我家己真讨厌我家己的声，是讨厌家己的声，到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讲。讨厌家己的声归讨厌家己的声，但是你会当用这个声，你会当用声来做一个代志，因为伊是一个做特殊的。人讲华语叫做辨识度很高，是一个声，不管伊是你认为的好听还是歹听，伊就是辨识度很高嘛，所以这叫做特别。你若是特别，你佮加上你讲像我好早讲的，我自佮较细汉的时阵，我讲话互肯定啊嘛，互讲真够讲话，真够讲话的人声佮特别。佮拄好读广播电视系，我真正毋是为着要做广播才读广播电视系，我主要是无想要读法律，硬添一个伫台北的，因为爸爸妈妈足奇怪咧，敢若全世界敢若有声台尔，佮敢若当有声台。即段我甲加了，剪落来了，送互恁爸，传互恁爸妈。无，全台南的爸爸妈妈拢共款啦。大家拢无法度了解讲奇怪，你哪有法度读声台？你是安那无爱读声台？真正的，我甲你讲，全台南是你听众朋友，你哪有台南人？你去甲阿弟国真正的全。大家来老话看觅看恁兜爸母是毋是嘛？你讲。除非讲你的爸母认为讲无法度声台，你肯定考袂掉。基本上伊也认为讲你考会掉声台的时阵，因拢会讲。你应该第一，你就是要进声台，无你就进高雄的中山大学嘛，中山大学，你开会要去台北，我就是有当时有一嘛叛逆啦，叛逆到台北，讲倒来就是去遐的时阵，你伫正台，你会感觉讲有一个足大的环境，迄个氛围是安尼，就是逐个人拢会认为讲，因家己有一个足特殊的所在，迄个特殊的所在。你嘛袂当讲因真正是一直等啦，但是他们就会浑身散发出一种我跟别人不一样迄个特质。你的迄个特质对我来讲，我会感觉做欣赏别人有迄个特质。你欣赏别人，你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嘛。想讲我有啥物特质是安尼？后来我甲讲，哎哟，声做成共款呢。我声做成就是即个做特别的所在，所以才会有意识到开始去训练家己的声。其实以前开始是有一段心路历程，开始训练，我从来毋捌想过，我到底敢有介意我即个声。我从来毋捌去思考过即个问题共款嘛，只是讲我认为讲我真够讲话我声真特别所以电台因为电台的人主持人就是爱声特别嘛，这个叫做老天赏饭吃嘛我认为讲老天赏饭吃以后，我就去电台做节目后来发生一件代志，我就一路到电台嘛，就是到业界嘛，是伫电台做代志做节目是到后来发生一件代志，我的听众拢会知影，我差不多讲过749届就是有一个听众伊传一个
这叫做简讯，因为阮的迄个电台，我较早伫的迄个电台爱报路况，报路况大家差不多知影倒一个电台啊，迄个路况的就这分台啦，迄个路况的电台基本上因为报路况的方式足济啦吼，有的人是敲电话，有的人会传简讯，是传简讯入来较特别，传简讯入来袂伫楼骹的服务中心，而是阮顶悬咧做现场节目的时阵看到，嘿，大家应该知影，阮咧做报路况的节目一定是现场节目，因为阮毋知影3点钟以后国道3号会发生啥好啦，所以是当下的时阵去报嘛，所以现场的节目收到现场的简讯，你就是随看到，所以看到的时阵，我是看到迄个人安尼写，迄个人讲，内克你的声敢袂使卖遮娘哈，啊你报新闻的时阵特别啊，像那你主持的时阵声遮娘安尼，这件代志对我来讲一开始我是感觉真好笑啦，迄个时阵因为已经有信心啊嘛，所以一开始我是甲讲。感谢你甲我讲啦，但是我袂改变啦，这是我特别的所在。这件代志了变成伊是一个 trigger， 咱讲有当时啊代志毋是导火线，伊是触发剂。你若离开这件事件开始看的时阵，你会开始问你家己讲，重点是你家己敢真正有咧听你的声？你是真正介迄个声，还是无介迄个声？啊，你会去想到较早细汉的时阵去用欺负迄个规定嘛？就想讲。我若是讨厌这个声，还是讲我介意这个声，原因是啥物？你当然有家己会知影家己的答案嘛？啊，你要哪找答案？你要等去听你的声。因为你看阮做广播的人，才想，我讲这叫做声音工作者最大的礼物，伊就是你永远拢有老声的记录伫遐嘛。你当听你较早的声发生啥物代志啊？啊，你转去听你的声的时阵，若讲文学界有一句话叫做作者已死嘛。是。你迄个时阵已经是听众啊，你毋是你家己啊。是。所以你是一个听众，你听内克较早主持的节目，我听一听，我感觉讲，哎哟，这人足紧张呢，这人足是拢硬讲要经出一个啥物？迄叫啥物啊？经出一个班，嘿，一个班，你就是你毋是等哦，你是咧经哦。你感觉讲你做主持人就是要有一个班，你咧做现场节目有一点仔像阿德国的安尼，你就是迄个架构爱做清澈，你就是流程爱做清澈，你对家己的要求做管。可是你可能你迄个年会的迄个状况根本还袂到遐，你就是还袂到嘛。可是你无法度接受你家己还袂到，你会认为讲。袂使，我真做一个广播主持人，我就是爱有迄个型。好，你对家己有做这要求的时阵，你的声是会出现迄个状况。是，因为人的规身躯嘛是讲啊，比如讲好啊，你紧张的时阵是不是整个人的肌肉是紧绷的？咱以物理性来讲的话就是安尼嘛。同款啊，所以声也有两种，一种是物理性的肌肉是使用的程度，你无法度放松嘛。第二件代志就是你的紧张。你紧张，你要硬惊的时阵，你的声的状况绝对不是正确的情绪。是，迄个时阵你是拢未听到的，听到家己的声不是真正咱家己想的迄种听到的声，你是爱听到声想要讲的话。你这声音想要讲的话，较早细汉拢未去想遮济，是自从我较早讲迄个 trigger 以后，等到我开始去听，我毋知是安怎我。雄足感谢细汉迄个时阵，我感觉细汉迄个时阵的家己真正是该认真的。若无遮认真，我嘛无法度遮紧就有机会继续做节目互大家听。因为你爱做了好嘛，你爱做了互肯定嘛，你才会有后一个节目啊，你才会有听众啊。所以就到尾啊，虽然是开始的时阵是听，感觉伊足辛苦，来你会听，你感觉讲真感谢，过去的家己认真去改变。去想办法经出迄个形来。其实你有意识到这个代志以后，我想毋知是安怎就开始调整啊。无理由呢，无理由，毋知是安怎伊声，可能真正是开始听到家己的声，你会搁较去注意到你家己声内底，你真是紧张，还是你真是兴奋，还是你真是不安，还是你真正是做自在的状况。开始我这派的人较安尼啦，我感觉讲你的心情有调整啊，你的声内完全无共，我是这派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讲你若讲我的声敢有调整有，但是伊的调整过程是安那，就是因为安尼。我听起来真想打真实行，那讲正念正念，
嘿嘛是这个物件伊去觉察家己身体的变化，你当时紧张的，你当时放松的，你当时什么款的感受，包含你的身体、你的四肢的反应是什么？对啊。我感觉就像这个感觉，你去观察家己的、关照家己的当下的情形时阵，你只要你知影，只要你观察到，其实你自然就会产生变化。真侪人是会有这款的想法，有这款的做法。但是就算是讲是安尼，你的讲华语的时阵，跟你讲台语的时阵，其实无共款。我唔知你是因为教我讲台语，所以讲速度较紧，还是无？因为你伫电台内，你广播节目内底，唔是广播节目啦 ，podcast 节目内底，其实你的语速无较紧，无较紧。然后伊的这个自我控制程度也是会较悬。我家己伫听的时阵的观察，就是你若有当时你节目内底嘛会播出几句话台语嘛，虽然大部分是以华语的为主，但你会使感受到讲，你伫讲华语甲讲台语的时阵，其实迄个语感啊，佮有情绪，或者是你的人的感受是无共款的，真正无啥共。我感觉这有差呢。你看哦，咱自细汉就像头拄仔讲的安尼，我看到你的题目的时阵，我有想这个问题。我知影有差，可是我唔捌去想过是安怎，就是共款嘛，这就是一个 trigger 嘛，我就开始伫遐想。我想以后发觉这是一个上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你讲华语的时阵，我互家己的要求足悬。因为迄毋是，你嘛袂当讲迄毋是我自然的语言，应该是讲，迄个是我成长过程当中奋斗的语言。会使安尼讲，因为你要变做是一个，你要经出是一个什么形的时阵，你拢是讲华语的过程，你去训练，你去了解。嘿，可是对我来讲，台语是我的母语。我自细汉的时阵是甲爸爸妈妈讲台语，讲到台语的迄个情境的时阵，一定是伫咧厝内，伫咧做自然的状况之下，我会讲台语。所以对我来讲，我若是真正做自然，然后咱个莫讲调故意要甲改做全台语迄种状况的话，你要做自然，用一两句台语出来，对我来讲，迄是一个上轻松的时阵，我才会安尼讲。所以你当时阵是较紧张的时阵，所以你当时较紧张的时阵是不是？我做紧张的时阵是这样，你讲真吼，真因为全台语啊，全台语嘛是会紧张吧？袂啦，因为我也无要求你一定要全部全台语，讲你以你家己熟悉的语言，你介意安怎讲，去参论是无要紧的。我袂要求去大家去做这件代志，因为我家己的环境，每一个人环境无共款，但是我家己的台语环境较济，所以我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会使安尼用，会使安尼讲。我可能凡事比如讲我讲我换市场，所以我可能今日伫市场行大的时阵，所有的人拢甲我讲台语，所以无这个问题。我放松的时候，我嘛必须要讲台语，所以我的台语环境有伫咧，我无需要挑工去逼家己一定全台语。但是目前大部分的人，都毋是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其实拢无即款的环境，所以我其实袂要求讲来宾就一定要完完全全台语。除了讲比如讲咱拄则伫你来进前，我搁甲另外一位伫访谈的时阵，因为伊是出版社伊是因有做台文，甚至伊是台文系出身的，当然伊会使做甲即件代志，咱会使完全用全台语去讲话去交流。但是我其实袂完完全全要求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无要紧，你嘛捌听过，比如童根生、董医生因的台语，你就知影讲，无要紧，袂歹啦，袂歹，确实袂歹。所以应该嘛使理解讲，其实无这个问题，就是你自然讲你介意的语言。当然咱是啦，因为我一直全台语讲的自然会影响到你，所以我相信你自然台语的用量都会增加，但是其实是无要紧。你若有无法度讲的事，或者是有需要去转换，还是讲你有法度希望用其他语言讲的事，其实是无要紧。但是这对我来讲，这是我一个小小的愿景呢，因为我自进前在做节目的时阵，其实就做想要找机会做全台语的节目。其实对我来讲，我嘛是安尼，我讲迄扣回来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对我来讲，台语敢若扣回来，迄个感觉就是因为自细汉的时阵，你讲台语，尤其是慢慢我也开始意识到讲，其实讲台语这件代志对我来讲是一件足自然的，甲囡仔时阵的迄个家己，小个熟悉再遇见迄种感觉所以你若讲对我来讲，我现在比如讲，我若有机会啦有机会的时阵是。访问到出台语专辑的当然真出台语专辑的人，毋是讲逐个人拢会晓讲台语啦，这是真正两回事啦若是譬如讲伊较会晓讲台语，还是讲伊嘛是做认真要讲台语，像我讲拍摄少年好啊，是
嘿，对我来讲，我嘛是认为讲有即个机会，我嘛是希望讲我用台语来讲，因为对我来讲，还是我对我囡仔时阵的迄个内克，迄个阿袂叫家己内克的迄个人啦，吼，迄是一个相遇的难得机会，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是真介意要做这件代志，但是一直无即个机会，可能对家己的要求吧，因为讲我若真正全台语，搁阿袂有法度的时阵，我嘛无啥敢做这件代志。其实嘛是你会来这部一个契机嘛，吼！你想你都伫讲即件代志，讲你就希望讲有一工要做全台语的节目，我就想讲，你台语应该是袂歹，你就做啊。问题是啥物？我既然如此，你有即个烦恼，无你来开讲一个，系啦，来现场先试验一个全台语的环境是啥物款的啊？我甲你讲，我真正是连登去台南拢无讲即个台语啦。打台南嘛无遐济，台南少台南 A 啦，可是就像你顶界讲的啊，你顶界讲你伫高雄的客运车顶馆哟，我甲你讲台南客运车顶馆嘛是共款啊。其实我嘛是会讲台语啦，但是毋知是安怎，可能因为共款我讲迄爸母迄个年代的人，看着阮即个岁数的少年人，因拢会做自然无要甲你讲台语。你要甲伊讲台语，伊嘛是甲你转转来讲华语啦。嘛足奇怪。讲到尾我就是讲好煞。真拄煞呢。对啊，你也讲我甲阮妈讲话时阵，之前咧讲话嘛是共款啊，伊嘛是啦，阮会讲台语啦，可是阮的台语内底真正是会掺足济华语啦。是这自然语啦，咱一般自然语啦，吼，所以就毋知呢，我嘛是讲真诶，可能就像你讲诶共款，咱头拄仔咧开麦克讲话进前，咱有讲着讲台语即件代志嘛，有当时可能阮。像我自细汉做传统广播出席诶，出席嘛，毋是出席。讲敢若像我伫咧娘胎诶时阵做广播，你是录音间出席，出席。是像我这背景的人，对我来讲，可能是我若真正要做一个台语的节目的时阵，我会感觉讲啥物，我莫讲毋对。因为我若是主持人啊，我若是来宾的时阵就无差啊，因为我毋是主持人啊，我会较轻松。但是你若讲我是主持人的时阵，我可能会惊家己讲毋对啦，因为迄口音嘛是会走啊，走到尾啊，你一开始是迄个开口走，母到尾啊变成腔口会走去，我就。印象上深的就是安尼啊！我来台北读册了，就是过几个月吧，等去台南，等去台南是毋是你就会变做是台语咧讲话？我想我妈妈来甲我讲，奇怪，你别甲我讲台语啊，好无？感觉你台语变甲我奇怪诶，迄讲话毋知你讲啥，我拢听无。然后来想，我想，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我感觉语言是一个沉浸式影响最深的状况。就像你若刚刚讲你碰时啊，英语上好的时阵，可能就是你出国的时阵，因为你身躯会想方设法，互你变做是会晓讲英语。考大学的时阵，考大学的时阵，就大学了，你这毋是这外语系全部拢放了啊？对啊，不做一杯。对啊，你若讲真正伫台北要讲到台语的机会足少诶，真正足少诶。你着除非讲你定定咧走，像你讲诶走市场啦，走市场我嘛是会尽量拢去讲台语。可是你若讲台语诶时阵，因为腔口佫无啥共款，伊若是定定，你若讲台语讲一两句，伊就迄叫啥物啊？甲目白哦，就是开始皱眉头的时阵，你会讲我是毋是讲毋对？你会愈来愈你就愈来愈毋敢讲，你知无？你愈来愈毋敢讲，你就无信心啊！无信心以后，你要安怎？你开麦克的时阵，你较有可能会去讲台语。所以迄是一开始家己训练家己的时阵，互家己的一个框架甲限制啦。我感觉听落来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我真的无差。我是讲即个主持全台语这部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我甲你背书挂保证，有你的保证，我就靠信心。其实我讲这烦恼，当然这是一款反正是广播人的自我要求。你若听 podcast， 你会使知影讲 podcast 相对来讲，其实伊是相对真自在，较轻松。那大家什么款的做法拢有吼，环境音上伊拢无伫注重，拢无要紧。所以你要全台语讲完全无夹毋着音，讲毋着字。你若是以标准的方式来讲，确实无啥可能啦。包含我家己嘛是有当时嘛是会讲毋对、夹毋对字的时阵，无可能完全无。当然有诶，我会剪掉。大部分是有诶，当然是地方的腔口差，有诶是咱讲俗音，就是讲自细汉咱定定安尼讲，但是确实你若是要根据一寡典籍啦，吼一寡相对的过去一寡研究，会知影讲这是后来才产生。
但你后来反正是50年来的代志啊。那对咱来讲我自细汉就安尼讲，我根本一定要为着安尼改，无一定。但是我感觉讲，你只要知影你是安尼讲就可以啊，我就是会使，就是讲我知影我是安尼讲，我细汉就是安尼讲，我知影即字对毋对，或者是伊个单的研究是啥物，但是。我讲至少对我来讲，我讲台语的节目无需要遮要求家己讲，你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虽然会组合，虽然会砍站，我讲这是无一定。真济目前伫做台语的节目，但嘛有一个人讲的，有两个人讲的，你嘛会使听出来讲，毋是每一个人台语拢遮。有啦，看台语台就知影。这毋是咧批评哦，因为真诶，我感觉像。台语台出现就是安尼啊，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是，伊要互逐个人沉浸伫迄个讲台语的环境内底。啊，所以讲真诶，你讲内底人真正台语拢足好嘛，来宾感真正就是拢爱会晓讲台语才去。伊若是有一个迄客人会安尼讲，客人讲因有一个客家心。啊，那个变做是台语，你若有一个台语心，可能嘛是会使啦。你有台语魂的，台语魂，咱来讲台语魂，伊讲因客家心，咱台语魂，袂歹，在环境嘛。对。所以确实是啦，我感觉这其实无需要伤严格要求家己，因为每一遍。有当时我若讲毋对字讲毋对，我反正嘛会后摆有机会，我嘛会提醒讲即个物件是安那嘛，我嘛会其实我家己嘛是拢会做一寡调整去讲。本来就是愈讲你才愈有机会知影讲我到遐讲毋对，或者是我到遐会使做调整。那因为一般我讲这有两个无共款的战术，咱若伫讲母语的时阵，母语毋管你要讲母语还是母语，这是。反正我自细汉就是安尼讲，毋管别人安怎讲，就是反正即句话，敢若阮兜厝内安尼讲，对啦，这就是我的母语。我对着阮老母，对着阮老爸学出来的话，就是安尼，这叫做母语。但是你若是用本土语言来讨论的时候，伊佫无共款哦。这两个战，所以你看，当你教的时阵，你教本土语言，伊写是本土语言，毋是讲这是教你讲母语。所以母语是你的基础无毋对，但是。那你讲到本土语言的战术的时候，咱讨论是讲，这物件定以后有更较深厚的即个伊的基础伫哩，有更较侪研究，更较侪学术上的真侪物件做伊的即个挖库，就是做伊的即个后壁的支持。所以小可无共款，但是对一般人，包含咱家己伫使用台语，其实咱无需要遮烦恼即个问题。你只要知影。这是我的母语的战术，还是这是目前我知影讲是，比如讲教育部啦，或者是目前当代研究的一个程度的结果，讲这是安怎讲较好。其实你两个只要拢知影，甚至讲过去，比如讲我定定伫使用的台日典就是差不多我要把当前的日本人伫研究台湾的台语的时阵做的资料，伊的这个字典，你知影讲过去人安怎讲，无表示讲你一定要对着过去安尼讲，是语言会随着时代变化，真正有一讲所有的。传统拢念成传统时阵，而且无人念传统的时阵，讲实在，我会使讲啥，就是安尼嘛。就是时代就是变啊。咱当讲的台语，甲共一个字过去嘛，无一定是安尼讲啊。所以反正是50年前、100年前、200年前的变化，咱毋知影。所以，我讲台语，或者是讲本土语言即件代，当然咱会去。尽量去了解过去的讲法是啥物，或者是发音啥物好做正确的，因为家字毋对，即件代志嘛是听得出来啦。尤其是入声字，大家定教袂着迄个字，这是定出现的。比如讲感觉，迄个 K 结尾，大家就感觉，你就知影讲，怪怪吼。当然嘛有即个物件，这毋是咱知影讲，你若理解台语人知影讲，这毋是你母语无母语的问题，就是真正你抓无即个音。这个家己的差别，但是一般情形下，我感觉大部分的，尤其是 podcast 做这个节目，拢无需要烦恼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嘛是真期待讲，你若真正有一天要做台语的节目，免烦恼，你就是做得到。只是讲你的主题是啥，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去讨论的问题。但是我感觉这是会使去做的代志啦。至少今日开讲落来，我讲你的这个。台语的程度是无啥问题，我是无啥需要替你烦恼这个物件。我相信听友嘛袂听甲种爱叫啦，应该是袂吧？我较爱叫的嘛有。你讲啥？所以这你排有前几名啦，你放心，这是无要紧。无要紧，咱时间差不多先休困一下，咱们再回来。
大家好，我是告白那一刻的主理人，我叫做内克。你即摆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我要先宣传我的内容啦吼，我的节目叫做告白那一刻，虽然内底无真侪台语，绝对是无今仔日这集遮侪啦吼，但是内容同款精彩啦。我主要是做一寡歌手的访问，有当时除了歌手以外，可能嘛一寡创作者，比如讲伊是可能 YouTuber 啦吼，还是讲伊是写册的人啊吼，我袂记作家变啊讲作家嘛，作家就是作家嘛。我讲了啊，我讲的是对的。总共一句，这是一个访问创作者的节目，内底有这些故事通听。我嘛尽量开始讲台语、算文化、捌台湾。不管安怎吼，你会当去告白那一刻听节目，你今嘛是来继续甲听落去，听阿迪来开讲。来，咱搁转来，其实中嘛，我袂记你问你讲要去滴只水无啥，要去变数之类无？无差。咱虽然讲戏困啊，其实戏困就是即个耳机摕落来继续开讲。但是咱嘛是爱讲一下即个节目，你节目本身内容的物件啦，因为最近。有一部分是我最近看到你做迄个新的一个单元吼，做有这什么名啊？就等于 HIT 生产线，新三线。但是因为伊有一个双关伫啦，声音的声啦，我用声音的声来做，因为这是一个专题啦。我感觉讲 Podcast 咧做专题的迄种节目较少啦。我自从我的节目开始是2021年的时阵嘛，我就认为讲既然我较早细汉就是广播出来的，这嘛算讲是一种声音工课的专业嘛。所以对我来讲，有啥物代志是访问的时阵袂使处理的，较歹处理的啦。互咱来讲专访的时阵，有无？你就是咧讲这个人的故事嘛。我就是会专心来关心你的这个人，你自细汉到大汉，头先像咱讲的，我的节目有一个会去。比较回顾生涯的这个方式嘛，除了安尼以外，你就是聚焦伫个伊进现主时，互你的作品嘛，你要甲伊开讲这个作品是安那是安那产生的嘛，但是有的代志是议题性的，你较议题性的方法的时阵，你要安那讲，你找一个人来做访问的时阵，你当然会听到一个人的观点，在这个时阵新闻。的方式就最重要。新闻的方式，咱大家人咧讲新闻的时阵，你第一件想到的可能是报纸，无你就是看到电视的新闻。但是你应该是还有一点印象，其实有当时你听广播的时阵，你嘛会听到新闻。广播新闻其实是相对新闻媒体内底较弱势的。讲像我较早咧做新闻记者，我嘛捌去做过电台的新闻记者。伫我较早搁伫体制内的时阵，我捌去新闻部过。伫新闻部咧做记者的时阵，阮一个人就拢爱做一线，讲生活线啊。我迄个时阵。身躯顶内底捌有，我拢会念一句叫教科文艺考，你敢知影拢总有5条线？教育、科学是毋是？科学、科技、文化、文化，再是医疗，还有个科技院啊，科技院有啥物特别新闻？公务人员嘛是一种制度啊，公家机关的考试啊。还有一寡应较少啦，可是基本上伊嘛是一个，算讲你若讲平面的媒体嘛是有一条专业的线，是咧做考试院线的，有因为伊嘛是一个院呐，对不？咱讲5院嘛，我就是这5条线，上这时阵，较早拢是一条线，你若讲。一般的媒体拢是安尼，广播的时阵是这条线，所以伫咧找新闻的迄个时阵，我就发觉讲，其实逐种线，比方说你讲生活线的人，甲迄个毋是生活线，你讲教育线的人，
甲科技也是文化甲医疗，伊诶讲诶话方式，要互观众听众知影诶信息拢无共。但是伊有一个共通诶特点，就是你爱比较，你爱找足侪种诶观点入来。你才有法度去写一个专题，咱讲的是大片的哦，咱讲的毋是迄种足短迄种1分钟的，迄无法度找偌济人入来啦。但是咱讲大片的是安尼讲的，所以这件代志的训练，就是伫个迄个时阵就开始有进下啦。到我真正有法度家己开始做专题的时阵，我就想讲安尼，我想要来做声音的专题。声音的专题，我既然大家人拢做肯定我做流行音乐的代志嘛，我家己个想要武器这个代志开始咧思考，所以一开始的时阵嘛真好笑呢。我一开始的时阵，我毋是找台语呢，我一开始做第一个伫 Podcast 顶管的新闻专题的时阵，我做的是原住民。因为我较早伫电台的时阵，捌一寡团体，因是做南岛语系的，搁做较早，我去念着较早有一个新闻是，较早有一个事件。是叫做民歌采集运动，民歌采集不是你想的迄种校园民歌哦，民歌采集是差不多当时啊，1960年代迄个时阵，然后讲有一寡学者，音乐学者，因为去部落采集，因较早叫做原住民的民歌，嘿，伊迄叫做民族志啦，就是讲伊要记录一个所在的文化，嘿。伊要记录一个所在文化，音乐是一个文化嘛，你原住民因的歌谣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嘛吼，所以就是结合声音采集，搁较早南岛语系有一个团体叫做小岛大哥，即嘛是一个真厉害的团体吼，走出国际因是甲足侪南岛语系的国家，包含咱台湾的原住民嘛吼，即嘛是南岛语系的，甲看做会去做专辑做音乐做演唱会即种的所以。这个专题，较早我伫迄个电台时阵捌做过，我延续来，我想讲要做 podcast 的时阵，先做一个甲这有关系的专题好所以我去做原住民的音乐。好做原住民的音乐迄个专题叫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代志嘛是共款声是声音的声就是取一个双关安尼。结果就是真好笑，毋是真好笑，真好耍。这是爱讲好耍，真好耍的代志就是我咧访问的时阵，访问到一个我真无啥会记的是倒一个来宾因为访问者足济嘛因为讲一个观点咱去问足济访问者，这人做专题嘛用一个上主播这个方式，我咧报这件事件的起承转合的时阵，会参访问者，因为阮的专业名字叫做画带。参面的画带入来，佮加上你去做后置的时阵，你甲一寡音乐因的物件去还原，你就感觉讲咱像咧听故事共款啦，咱会使安尼讲。就是因为安尼，我去访问做者访问者，然后不打一个访问者，因拢会甲我问一个问题。你是安怎遮关心原住民的代志？你也毋是原住民我讲无原住民的代志，真逐个人拢会当，拢应该爱去了解因为因真讲真的原住民做音乐已经是愈来愈厉害，你看阿豹嘛较早有署名嘛，愈来愈厉害，愈来愈济。其实讲真的，甲华语一点仔拢袂输。所以我就安尼讲共款嘛，我来因讲无呢。可是我感觉对你来讲，语言这件代志，做成是真重要的。你想因为拢知影我是台南人嘛，我的母语是台语嘛，因就拢会。真正不打一个访问者，我感觉这嘛是提供备来安排啦。拢会伫咧阮开讲的时阵，拢私底下来讲，那个我感觉你可以当去做台语的你较无想要问看卖台语的这个歌手是台语歌嘛是有经过足侪变化嘛自咱较早讲甲日本的演歌。较新的时阵有无有当时参布袋戏嘛？你若讲黄飞有无国军黄飞嘛，毋是唱布袋戏迄个腔伊的开口嘛是哇，无啥共因为现在后来就是足侪人拢会讲迄叫做新台语歌嘛，新台语歌，就是类似遮一寡变化，因就互我一个想法，讲其实台语歌伊的发展历史。因的发展历史遮长的时阵，你其实会当去问尤其是你家己咧讲的话，你应该会有兴趣。我想会想讲，对呢，是安我从来毋捌想过这个问题我更是咧访问，较早我迄个时阵咧做人物访问的时阵，捌访问过一个我的偶像，就是这个专题下面有，我讲阮学长伊嘛来中的嘛。我迄阵大家感觉足紧张尔，想我好早甲你讲的共款，我就足毋捌讲过台语遮大段的台语我
为着要展现学弟的尊敬，所以我就想要甲伊讲转台语的访问，迄是我人生头一摆想要做转台语的访问。我迄个时阵，我之前讲的是节目，我毋是专题哦。做节目的时阵，我为着这件代志，你知影创啊？我请假登去台南过一礼拜，我休困登去台南一礼拜，为着要沉浸伫台南的语言环境，我。转来台北，我袂当讲转来台北，好妈咪，我起来台北的时阵，头一件代志就是访问，所以迄个感觉拢个伫诶有无？但是嘛是无效啊，因为老师听嘛是开始甲我讲华语啊，看到我真辛苦，硬要经出迄个型诶款，伊嘛是掺华语啦，小可掺一个，小可掺一个安尼啦。啊，我咧迄个时阵就是讲的是。迄个时阵拢袂想着遮远啦，你着干那紧张伫诶，你台语要安怎讲？因为你互人认为你会晓讲台语，啊，你嘛真正会晓啊。问题是你家己要求，就像我甲你讲诶，你像我合作头前顶一段讲诶安尼，你得爱经嘛，啊，因为你咧经诶即个过程，你得无信心嘛，啊，你无信心，你开始去想遮远诶。对方的感受会着，系啊，伊自然就会切换。是。所以对方切换先，甲你讲话本来台语讲开始出现华语的时阵，对来讲，敢会是一个信号，讲我是毋是到遐讲了无啥对当，还是互你什么款到遐爱叫，还是到遐调的感觉，你才会安尼？我拢台南人呢，我安尼讲是毋是？你会甲转转去华语，是毋是讲？你感觉讲我的台语你听无啥有，所以希望我用华语讲。我信毋信是有淡薄，我去互打字掉啦。伊敢无解说？我无甲安尼问啦，我惊安尼无礼貌啦。老师真正是我偶像，啊，我嘛无迄个时阵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拢无想遮远，我就认为讲啊，台语这件代志先坑诶，我从来毋捌想过语言这件代志。所以你讲我咧做专题诶时阵，我嘛毋是以语言为出发的，像我好早讲，我只是因为我捌一寡团体，啊因甲原住民较有关系，啊嘛真正开始捌一寡原住民诶歌手，啊我真喜，我真介意因诶音乐。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来安尼做啊。等到是因开始开启我这个想法，因为因可能对土地这件代志，因的情感浓度是较深的，所以对因来讲，因会去唱因的族语的时阵，因认为因有因家己一套的讲法啦，吼，这是甲土地连做伙的代志。所以伊当然嘛会认为讲你一个少年囡仔，你对你来讲土地是啥物嘛？土地是你讲的台语吗？还是土地是你听的歌？还是土地是啥物物件嘛？所以因开始问这个问题以后，等到过来，我开始想想，我想讲，嘿呢，啊，既然共款嘛，我有一个才调会当做节目。会当写专题，会当甲原住民诶音乐款甲安尼袂歹，佮有法度得奖吼。迄个时阵伫个电台是有得奖，啊，我现在无爱来做一寡家己真正是真心实诶，在做台语吼。我原本是安尼想，所以我一开始时阵，其实即个 HIT 生产线一开始想做台语诶专题，都开始讲台语，做台语诶。啊，我来甲朋友开讲，开讲诶过程内底，阮朋友就讲。那一刻我觉得啊，我今天我爱而已嘛，爱还原，也不是讲台语，因为不要讲台语哈，所以这段我总是给他讲华语。那一刻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啊，我们到底要不要？我觉得就是说，我虽然不会讲台语，但是我也很想要理解台语文化里面的这种台语歌曲的状况。那我可不可以也加入？可是我不会台语，但是我是客混员。然后一些客人，我对你对，我有跟我听得这款感受，你可能听我讲华语，讲怪怪。有的人讲，我平常时拢听你讲台语，你甲我讲，当作我袂晓讲华语，听就想讲听唔到冰的。歹势，我拄好嘛会晓讲华语。嘿啦，我是要问讲，所以你这个朋友是伊本身是原住民甲客人诶，这我讲爱诺克，但是。伊这两款语言敢有会晓诶？伊住伫外滩，但是伊到30几岁才知影是原住民。真诶，啊，客语咧，客语伊嘛是到30几岁开始学，所以伊个愈学拢真好。嘿，伊开始你也讲，因为这就是讲的啊。我相信你的节目应该嘛有讲过，有关母语的这定义啦吼，有两派的讲法，一派就是你的爸爸妈妈甲你讲啥。
迄就是你的母语。所以就算你的爸爸妈妈拢碰时啊，因家己互相讲话拢讲台语，但是伊对你打讲华语，你的母语就是华语，对。嘿，但是有的人的讲法就毋是嘛，是另外一个说法呢。所以对伊来讲，伊的自我认同，伊的母语就是无，伊自从知影伊是原住民甲客话即客人以后，伊就感觉伊的母语有两种，华语毋是伊的母语啊，伊就想要开始家己捡倒来安尼。那嘛是真好啦。嘿啊，就是因为这种自我认同的感觉，所以伊对这种专题真有兴趣嘛，特别有兴趣，所以伊就想要加入来。我想讲，嘛是吼，对我来讲，我若是当写，我规气嘛，一开始莫互家己压力遮大，因为你看我若是做一个专台语的，就是我头先去讲，你讲这6集拢做台语的，嘿，那个变做我迄个循环啊嘛，我开始紧张，感觉家己做袂到，啊，无我现在试水温看卖好啊，我讲好啦，无你家己来好啊，家己来咱规气来做，反正原住民的你嘛有兴趣嘛，啊，我嘛做过，算讲较上手嘛，吼，啊，台语的是我的本土，我的母语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家己可能。较早囡仔时阵的一寡回忆会当斗相共啦，啊，客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我真正是我嘛做一个访问客话的歌手啦，啊，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可以当有一个挑战啦，啊，我嘛家己的领域讲，就算做了无遮成功，应该嘛不要紧吧，反正我都不是讲客语的，客话的。啊，所以到尾啊，阮两个人是一开始就想讲好，安尼阮就来规矩做3集，一集做。甲台语有关系，一个做甲客语有关系，一个做甲原住民语有关系。啊，语言起来以后，啊来就是内底要讲啥嘛。内底要讲啥，阮就开始去找主管。啊，所以找主管的这个时阵的去找到一个叫做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嘿，啊，这个基金会迄个时阵拄啊好20周年，伊20周年的时阵有一寡机会是会当去奖励讲你若是想要做节目的人，做专题的人哦。其实你嘛无一定爱有。倒一间公司去帮你申请，你家己做主人人吼，你嘛会当去申请的，就是你自然人，你家己的身份去申请，自媒体的身份去申请嘛会使。我想讲这个大好机会啊！好死不死，我想到这代志就是写企划书啊，这嘛是我的一个长才啦，我就是先开始认真想讲。音乐佮加上母语会当做啥物代志？啊，那是就算讲这母语的定义是，阮的团队内底母语。有客语、有原住民语、有台语的，阮呢要安怎去组织遮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可以扩编，因为你开始想要写企划书，你也可以找扩编的人，两个人无法度家己做大嘛，所以开始找一个真正是伫个迄个讲课电台主持的，就真正客话就无话讲啊嘛，伊就甲我共款。较早自细汉就伫个，伊想伊就是客话环境内底，伊就是自细汉出来人拢讲客话嘛，啊，这个歌会当加上我讲的儿时记忆嘛，所以我伫遐想讲儿时记忆，无我来讲发展好啊啦，是，到底是安那一个歌曲，你若讲像台语歌啊、客语歌、原住民的歌曲，因就。开始三星的这个过程内底，啊，佮加上恁到底是要唱互送听？是，咱甲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大哉问，对这个大哉问内底慢慢去捡看卖有啥物物件，然后人感觉去听起来，敢若是亲像台语的一个流变，客语的一个流变，啊，原住民语的一个流变。好啊，我就甲这个点子去甲阮的遮个伙伴讲，因就讲。你敢若咧写硕士论文呢？因为安尼我无想要听，我讲迄种无聊，就是迄伤理论啊，然后咱会当安尼讲，迄变做讲你要爬书了，可能出一本册较紧啦，嘿，那伤硬啊啦，啊你安尼无好算，吼，这对我来讲，我就感觉是一个打击。我想讲安尼要安怎，连我家己的队员拢感觉无好算，我无可能写这种企划书出嚟。后来我想想诶。人也是上好耍的代志，咱一切拢甲人有关系嘛，是，所以你敢袂当一个部分，比方说咱台语吼，找一个歌手，客话找一个歌手，好原住民语找一个歌手，因为原住民更愈复杂，是，因为伊有无共族嘛，是，啊你无共族，更是因为话就无共啊，所以你应该是找一个人，啊伊个人伊是倒一族的，咱就来找这个人伊的成长过程内底，
伊看到的物件是啥物，伊对土地想法是啥物，所以伊开始唱啥物款的歌，伊开始创作啥物款的歌，啊，对这个歌曲对伊的创作心路历程，这拄拄啊好是啥物告白那一刻人物专访这样做的代志，好，白做伙，伊的心路历程内底一定有物件会当插出来。开始开讲，好比如讲，咱若讲台语的主述，我拢用主述人物这个词啦，吼，就是主角的啊，你甲想这是访问的主角，我就变做讲，阮大家无共款的语言内底有一个主角，啊，这个主角伊就是负责甲伊的想法讲出来过程内底有一寡 keyword，咱甲列出来啊，譬如讲小朋友好啊，伊的 keyword 可能是较早的时阵有迄个。互咱互日本时代影响，所以咱的三拍子的歌特别多。啊，譬如讲这个代志好啊，啊，咱来问一寡真正是有去研究较早伫个日治时期的迄个时阵，台语歌是安怎出现的人，你就变做讲你当掠别人的写入来，啊来去补充这个人讲的话内底无讲到的。啊，譬如讲后来伊安怎看新台语歌，伊就认为讲新台语歌对我来讲根本就是。无迄落啊，较早真正是无共款的音乐类型入来，迄种就是新台语歌。后来等甲林强向前行，做人讲伊是新台语歌，可是老师认为伊毋是新台语歌，小朋友认为伊毋是新台语歌，因为伊是甲较早的元素过来尔。可是你这个问题，你袂当留伫遮，因为你是一个新闻专题，所以你要去问嘛。啊，别人敢真正是安尼感觉，啊，所以阮的迄个时阵，譬如讲，阮去找着迄个台湾历史博物馆，伫台南的迄个，好内底有一个专门咧研究迄台湾的音乐发展的人，一个老师啊，我就甲迄老师问讲，啊，这安尼你是安怎看？伊讲啊，迄个假议题啊，新甲旧本体就是相对嘛，是啊，你话人想那讲林强迄个年代的台语歌是新的台语歌，因为伊发展出一种无共款的，较早咱讲台语歌可能较苦情嘛，吼，较苦情、较悲哀啦，吼，啊迄个想思念的迄个味较重啦，吼，离乡背景的时阵，你就是思念啦，但是到林强的不是啊，伊离乡背景是向前行啊，所以迄个感觉完全无共，迄个感觉已经完全无共的状况之下，有的人会认为讲这是新啊，所以这是不是就一个对话的可能？老师有老师的讲法嘛，啊，小朋友有小朋友的讲法嘛，伊就有法度去对话啊，所以到尾我能发觉安尼真好耍。我就用这个方法来做，一开始要做3集嘛，做到尾啊夭寿根本就做袂了，伤济话通讲啊啦，确实是。对啊，你若有听到台语迄2集，你嘛知影，因为有的所在是可能主述人物较无熟的，比如讲台语发展的过程内底有秀场嘛，是，对嘛，有歌厅秀嘛，啊这。小朋友老师较毋是即个路线的嘛，吼，啊，所以伊可能无法度讲，阮就找张秀清来去补充嘛，吼，啊，可以算讲慢慢的去还原一个脉络，可是莫互人听起来，敢若咧看参考册共款啦，嘿，阮是用即个方法来做。我迄时阵伫听的时阵，感觉我嘛甲你讲，我感觉较像报道文学啊，所以你当讲你是用新闻的即个手路来去做即个节目内容嘛，所以表示讲感受是无毋对的嘛。我感觉讲有一段时间，你若看一寡杂志，就新闻杂志，你看因正事件写即款报道文学，写敢若人敢若伫现场共款咯，某一个交易案吼，即个什么大财团甲谁安那吼，私底下拢想讲，你当人是伫现场，几月几号搭一工下晡迄工外口落着雨，对，你咧讲黑暗的时阵嘛是安尼啊，是，我是用即款方式，互你敢若人伫现场迄个感觉，同样就是。听这几集的节目时阵，即个生产说啊，补充一个声音的声伫咧，即个文音内底嘛念做声，所以伊共款会使用共音的那种双关啊，用外音，所以嘛是念做声产线是无？所以我当念的是声产线，是真正是用迄个声音的迄个字的文音，所以我时阵伫听的时阵，确实有感觉讲，你用一款。电视台嘛定伫使用的一寡即新闻台电台用即款报道文学的方式来去讨论一个议题，可能伊嘛无法度讲啊，我甲
台湾歌和台语歌的全部这历史全部展开来看。第一是咱嘛毋是像你讲，咱嘛毋是教科书吼，对啦，教科书，有当讲句吼，宜兰腔我最近使用伤济了，用到我定常改袂对，改无都改成优势腔哦。但是你若像无像咱教科书顶悬看到即款的东物件，因为你逐项拢爱讲到，其实变讲全部拢是点着尔，咱伊嘛无法度真正深入，所以报道文学必须爱有深入的所在，所以。即段变讲伊人，你经一个人，伊即个人家己的眼光看出去，补充一寡其他人对伊讲的话一寡凡是无共款的意见，凡是共款的意見，我感覺即個做法其實我個人真介意啦。所以迄時陣你做即個，我咧聽即個單元時，我嘛甲你講，我真介意即個單元吼，即個做法我感覺真趣味。是另外一個想要插播就是我伫聽台語的迄兩集的時陣，迄個時陣就是想法，你講林強的即個向前行，我迄個時陣就想要問講，你奈無問倒退路咧？無啦，無可能啊！我講這應該更較趣味啊！因為其實伊是對林強的歌曲後壁才有誒，嘿，嘛甲林強有關係哦。因為一個向前行，所以一個才倒退路哦。是啊，問題是因為你在想嘛，阮迄個時陣處理這個專題的時陣，上困難的一個代誌就是安尼。對我來講，我更是處理這主述人物伊想要講的話，就有一寡難度啊，因為伊若無講到的物件，你就歹去做補充。我譬如講，你更是頭先我講的張秀清就是安尼啊。其實對我來講，我一開始的時陣是無甲你講，咱講秀場啊、雅琪啊，因為我咧問小朋友老師的時陣，老師都無要甲我講遮啊，我攏叫黑哥嘛，黑哥都無要講遮，因為這個甲伊無識啊，是要講啥啊，所以伊嘛毋知咩講啊。我迄陣就一開始想講，我一開始的議題是，我若是真正要找一個主述人物，安尼主述人物無經過的代誌，我真正要講嗎？確實有問題，對無？所以我想半工，所以這個物件是我都無講啊。這個代誌佇原住民的內底上明顯，因為真正原住民無共，咱講無共的族群哦，甚至是共一個族群無共的部落，都無共啦，全部都無共。所以你真正是要甲伊包山包海啊，尤其你也是個插出去另外一個人的代誌，你要講伊個人，這個人的故事的時陣，你聽的人會感覺講，可以用變做是咧講別人。就像張秀清這個是我想足久的，到尾我想袂使，因為對我來講，也是講對足儕聽台語歌的人來講，真正因足儕收聽的所在，尤其是咱個較大漢迄輩的人，咱講遮哥哥們、哥哥啊，這啊，因真正是對歌聽少啦。你講雅琪啊，你講台語歌的時陣，你無講到遮的所在過袂去啦。我心內迄關過袂去，這個是我後尾講的。我發覺講，我有甲我家己的囡仔時陣的迄種回憶，甲摕出來做對話，所以就。到尾我是安尼判斷的，只要是我會當甲我囡仔時陣的回憶摕出來做對話的，我就囥好啊，因為我做講真的啦，我就爽嘛，因為我做一個寫這專題佮錄這專題的人，我就是一個創作者。對我來講，我有一個創作者，我不但是一個記者，我嘛是一個創作者。所以你講報道文學，我感覺嘛是有一點仔像這個意思，所以我就囥落來。啊，你若講像你頭先講的這個代誌，對我來講，我就感覺無，因為迄個我少年時代無什麼關係。你無拄到這條歌，我無拄到這條歌。這條歌當時就唱的呢。我真正對我來講，我可能就變做講，因為我唔是遮識有無，我就開始想要開時間去解說有無。啊！你要去甲解說這個代誌的時陣，你是毋是就變做，就像你頭先講的，我若一離題，我就做硬叫。嘿，我咧寫物件的時陣，我嘛是攏會安尼。你有一個愛注重的物件佇遐，對啊，對啊。你若講安尼到尾，我去了順啊，參埋迄間公司叫啥？哥倫比亞。是。你講哥倫比亞，迄唱片公司更是迄件代誌嚟，當做一點鐘安尼。迄可能是這個。你去看跳舞時代，迄個湯家以前叫蟲膠，對，湯家，是烏家湯家。你講，迄個物件是紙轉啊，攏種，所以到尾啊，流行歌才會是幾分鐘。你若是要對這盤古開天闢地開始講話，你講做60集攏無夠，我可能遐個基金會講我要變60集。60集無一定夠用，時代關係你個坑遮物件，所以我講用
一个人，等于讲伊一个过程，伊家己经历的过程来做即个物件，其实是真适合，就是长度拄好。你若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坎站、每一个特色，你拢要全部讲着，讲实在嘛，做袂了。当然这是未来反正会使继续做啦，继续延伸啦，继续做。所以我讲真趣味，但咱拄则迄群时阵其实嘛有小可提起过讲，比如讲我家己做这部时阵，我无要互逐个一个大时代，还是一个足大系统是每一个细项物件，我甲你讲的这细项的物件，最后你家己在你甲你的生活的观察啊，甲你的经验结合做伙了后，你变成你家己的理路，你家己的系统。其实我感觉有共款有即个味，就是你当提供一寡，比如讲我甲你讲台语歌，但是台语歌我敢若甲你讲小朋友，我毋知恁是用念遮还是念写。做生想话的时阵会念做食，我拢念写。小朋友的即个伊会行过即段路，伊看到伊拄着的物件，就是顺便看到拄着的物件，这拢是台语歌或者是原住民歌这一部分，这大的部分内底一丝仔物件。咱为遮开始看，但是反正你后壁还有另外一个6集，搁一个6集，搁一个6集，全部慢慢倒起来，慢慢倒起来，这是你经过这物件了后，你家己去看，回头去看。这个时阵其实都无答案，就无讲我一定要甲你讲，比如讲新台语歌到底有啊无？这个议题有存在无？这个时阵是你家己的课题啊，因为你已经看我已经做遮侪物件，你对所有时代变化，每一个人为伊的角度来看这个物件，这个理路嘛有啊，所以过来就是你家己的功课，你家己去想。既然安尼嘿，你倒起来了，你认为有，还是你认为无？你已经会使讲出一套你家己的道理啊！我讲这是会使期待讲这6集了后，反正后壁过6集，反正真正60集是有可能的。嘿，造成你家己的物件。对，真正做够讲，这个是真正是我一开始咧写这物件的时阵，我开始思考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阵，我当然以我的个性，你啊听种比如听到这里嘛，知影我的个性就是想家远。嘿，我拢认为讲。我一开始拢会认为讲，我著爱尽善尽美嘛，咱讲有一点仔完美主义这种感觉。可是我嘛不甲尾啊，写甲尾啊，我认为讲，无呢。其实你应该家己去斗呢。对我来讲，我谁那无爱用人物专访的方式，我要用像你讲的报道文学、讲新闻专题这个方法来讲，就是我要互你家己去拼凑出一段，这是一个人伊看到的物件，伊的思考，伊思考内底问出来的代志，我会当帮你去找另外一个讲法的人，互因两个人去对话，但是因对话了后，产生什么款的结论是什么？迄是你的，毋是我的，甲我无关系。我写了就想，署名嘛有讲即句话啊，我感觉伊伫内底讲即句话嘛，真感动我，就是我写出来迄是伊的代志啊。我是负责甲我生出来迄人。我写歌，我唱歌，我拢唱歌。你看我即个互影响着，阮唱歌，阮甲遮物件创作出来，变做一条歌以后。来你去听，你会去听着你的故事。这条歌要去偌远，伊敢会得奖，迄是伊的代志，甲我无关系啊。我只是迄个甲生出来的人尔。好，我感觉讲伊即个讲法是真好耍，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不管写歌、写新闻，还是讲写做侪物件的人，伊的一个想法。尤其是像阮。基本上，阮无公司咧管嘛，阮无人是先甲阮讲，你著一定要政治正确，你著爱写啥，无人安尼甲阮管的时阵，对我来讲，我真正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的时阵，我想要写啥物物件，互人知影，应该是就是像阿弟口头讲的安尼。这我讲这嘛是做 podcast 上大的好处啦，就是我定定我抬头我定定写主理人，我嘛无写主持人。主理人，这当然这是一个较现代近代的用法，但意思是讲。伊的风格，伊要变成什么款，其实我决定，但是伊嘛毋是单纯一个制作人的角色伫咧内底。上重要就是我要呈现出什么款的风格。我讲这是我后来定定用主理人这个词的一个所在写我会安尼做，安尼写。我讲真趣，因为咱定讲制作人会认为讲是一个团队内底某一个部分吼，伊的负责工课是啥物，伊负责工课是啥，伊竟然是主持人，你竟然是制作人，你竟然是导演，你竟然是啥？但主理人佫较想讲，我要甲伊带向倒一个方向去。我认为伊的发展未来是啥物，伊是放较大去看即个物件，所以我感觉真趣味啦。但是咱今日时间嘛差不多，我放讲吼，互你讲。
我咧想讲这拢无照报，差不多三，你互我偌济啊？我想看卖，我拢总敢有，咱敢有开讲着差不多30%。差不多25，看有无？差不多啊，无要紧。我其实我讲互你时，我迄时伫想讲，因为当初是咱拄开始，我家己邀请来时，我嘛是讲，咱会使用开讲的方式。其实当然，照我家己的即个规个流程、规个过程，我一定嘛是会提供一个方讲。第一是，我嘛希望互你知影讲，我大概啊，问啊是我注重的方向是啥物物件，我可能想要知影是啥物物件。第二是嘛，希望来宾是感受到讲，我是真正有伫观察这个物件，毋是单纯甲你邀请来讲，要来开讲一个无。这个有通拼哦。但是我其实互你了，我就一直伫想讲，但是我邀请你，迄时我当初是足古早之前，我都甲你讲，是要邀请你来开讲，上大的用意是希望互你有机会真正全台语来开讲啊，而且是会使搁较轻松、搁较自在，因为你无主持压力的时阵，会使讲你想要讲的话。所以我后来讲，虽然有即个代讲伫哩，但是无一定会照即个代讲去做。敢若生产线即个是因为我真介意即个单元，我希望互你知影，所以我特别提起即两个题目，其他的拢是算讲是自由发挥的，你要讲啥就你讲啥。所以目前为止应该无，目前所有的来宾内底，目前无离经，即个听到讲离经，就是大家较习惯是讲离谱，赶快说，即个毋是无好意思，我意思是讲离开原本我适合即个倾刻的即个方讲的内容内底。袂歹，我讲是因为这甲我当初是邀請你来的时阵，咱讲的话有关系，所以算讲是头一擺。袂歹啊，迄会当後一屆，迄當後一屆用啊，我會當過來一屆。我見你看你要來幾屆攏無問題。真正足感謝，因為對啦，我咧真正是足，我嘛，你真正是我人生頭一擺，敢有90%有吧？即個我應該有95%吧，真正攏講台語呢。對我來講，這是我真正是最想要做的一件代志。而且我講聽起來是無啥物上大的問題，無啥需要煩惱這個代志。你若有想要發展台語的物件，你就做你去做。我感覺是無差。考試無考試，這是在人自由啦，我是無意見。但是聽眾安尼聽吼，我甲你講，迄 HIT 生產線吼，因為阮若是要面對吼，因為總無可能我台語的專題，我講台語報，我用台語來報啦吼。客話時我講客話，我無法度，我袂曉講客話啊，阮主名我袂曉講阿密斯的話啦吼。所以遐嘛是用華語來講啦，但是基本上阮的這語言的選擇內底就是用咱講3個本土語言啦吼來去做。其實你嘛莫甲想做講，伊就是真正代表迄個語言的全部啦。迄毋是阮一開始就想要做的代志。對阮來講，就是阮找着一個人，伊講故事互你聽，伊拄好即個故事甲即個語言有足強的連結，就是安尼爾。為一個算講是一個大範圍內底一個點，你先為這個點看入去，後壁還佫足一點。是啦，我相信後壁應該還佫有真濟這款的內容，這款的製作啦。因為這是廣播頂級，你 podcast 頂懸要聽到廣播頂級的內容，其實無遐簡單。所以我想聽到是講，感覺講確實是。廣播人嘛是無共款，做出來迄個結果甲即個計劃規劃的方式，你是感受會到講無啥共款的吼，即個做法，因為毋管是資源啊、團隊的人所先，這都毋是一般 podcast 有法度做的代志。我真正是找一陣攏咧做廣播的人來做的啦。所以你會使感受到迄個用心啦。毋捌聽過，我感覺講，因為咱的聽友一定是對台語本身有興趣，對本土語言有興趣。有的人常常感覺講，你推行台語上可能會壓迫到其他本土語言哦，其實絕對袂有這個問題。是你愈在意這個你家己的母語的時候，你會愈有法度去體會其他的母語的推動的辛苦，而且你嘛愈願意關心這個議題。所以大家若對，毋管你對原住民誒這個歌曲的歷程吼，伊個過程，或者是客語吼，尤其客語其實打嘛愈來愈濟真厲害的，連彭佳慧吼，開始唱客語啊，彭佳慧都出客語的專輯啊，專客語的專輯啊，所以你會使看到講真濟人客語嘛，佇發展伊家己當現代的。伊有過去的物件嘛，有現代的物件，所以
只要你有兴趣，不管是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拢会使去听看卖，总有6集嘛。其实无长，我大概说结束啊。那因为我只要专访都清清彩彩就1点半钟、2点钟，所以我可能我可能一集差不多半点钟啦。所以你听6集，差不多听我这2集的个呢。对，有影了对。所以不要紧，免烦恼，咱听友唔知啥人特别高听就长的吼，所以这就是无问题。我想应该是无问题。我希望讲咱听友真正会使去听看卖，我讲。有真侪收获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我讲真正真适合大家去听看卖啦。这嘛是甲大家推荐一个。咱时间甲遮要结束啊，我共款爱念我的这个结尾词，你要来挑战看卖无？我看卖。我互你过来底无对无？做新无吧？好，我给你稍等我一个，我找互你。好，我要来。你要试验哦，来，互你试看卖。这真正是台文诶，惨啊！我台文跟你白中山。我试看卖，啊！你甲我纠正哦，毋知影大家对即边诶故事有啥物款诶想法咧？即集诶内容，你若是听了有介意，也是讲有啥物款诶指教，是甲建议，拢欢迎你到即我会晓讲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ory 留话互阿迪。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也是 Spotify、Mixer Box 嘛？希望讲吼，你会当甲留迄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是 Facebook 甲 Instagram 查亚特聊聊天，嘛会使看到佫较济节目内容的补充。是无错，你我有背个做版图啊！我咱今日就到这边结束咯。好，我们来去食饭啊！我们来去食饭啊！你真正有时间的时候，你买当来听我的 podcast 啊，袂歹听啦吼。阿弟讲袂歹听啦，因为伊嘛是拢有咧听。真正是我嘛，甲你挂保证啦，应该是袂歹听去倒位去啦。尤其你若是做爱听这种做长的访问的时阵，我节目袂歹啦，嘛是拢介长咯。但是拢甲歌手讲，咱录1点钟就好啊。吼，讲的嘛是2点钟就过去啊。对，时间拢过足紧的，休息就过去啊。是啊，好，我们来食饭啊。拜拜，拜拜。拜拜！把你的日常变做作品，把你看到变做作品，迄个物件就有力。这才是今仔台语歌应该爱做的代志。其实流行音乐本来就是求新求变的，然后你会发现每一个世代都自称为新旧之间，到底哪一个是新，哪一个是旧，有时候很难说。新台语歌，我的感觉就是你无任何的限制，就是你会当用。为阮家己的故事甲生活经验去写的台语歌安尼。进前拍摄少年叫我去做顾问，我都指出你的作品这一部分应该是国语逻辑想的，应该警觉对呢，台语无人安尼讲呢。解严前就有秀场了，应该是1980年代之后达到一个巅峰了。其实我那时候接触秀场的时候，长辈前辈就像一家人嘛，所以我们在台上的精彩度就会很自然。有没有一天我们可以办一场，只唱他们那个时代的演唱会给他们听？歌拢是恁迄个时代歌，无我的歌，拢恁的歌，所以想着恁的演唱会。台语歌要无去，就是主人无去。我觉得一切都是因为这样，拢是主人发生的。哪一天它不见了，我不会痛苦，只是觉得很自然。我们消失的东西可多了，没给这行。